这里竖屏就开。哎呀，我竖屏搞忘了，搞成竖屏搞成另外一个频道了。今天跳舞人比较少吧，去了20多个，没有20多个，10多个人左右。当然当然没去。那个去啊，那个左嘎青，还有多吉，还有那个雍处儿可以。这个我们船夫，这是我们船夫，他下车就跳一下。圆圈舞嘛，圆圈舞。人都没来干嘛呢？啊！三十不进来就过瘾，30不弄比喷奶油，看个路又抢奶油，咱们不能说混加油。反正来自那样子，对，那样子。三季不见，八季不年，三季不弄比说喷奶油，看个路又抢奶油，咱们不知所措不着。这他妈有家跟着有的能脱卡索卡维中。三季不见，八季不年，三季不弄别说给哪有。把江东面这金着有，这面东江左上真着有，就干那干左干着有的那三里上的容易。三季不进干季不赢，三季不弄病多难用，别看我听也让人用，出门的能量也没用。
给这门这眼的所有的那就的所看就赢，有的那就的所看就赢。chỉ cần số nào là gì số số đông nhiên số nào đã gì s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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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ào để tiền của số cứ chung số thế nhiên s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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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ào chỉ ba kỹ số. 这来的人比较少，现在7、8点多，还有一些直播还没来。Hyper。是他单独一个在这跳，跟他们粉丝跳的。
看错了，那他没去啊，我以为去了。这两个也在。插进去了。这是错母，下座茶母。白鹦鹉是人称错，后面那个叫错母，错，啊错那个啊，就这下午拍的，哪个？是哪个？狗马错噻，我这边好多跳舞了。欧马错嘛，走马错。狗马错。哦，我认都认不到。这边好多狗马错。他欧马错比较出名，但是唱歌的嘛。那直接把药人给我那个交替过去。啊，他来跳舞噻。他来不来？他只唱歌。哦。欧马错，欧马错，他不跳舞，有要来的。冬天的电池太不经用了，基本上1分钟掉1%。手上单错输了，他妹妹，红衣服是他妹妹。哎，这个。许温柔嘛？不是，这的嘛，这来了，我以为是许温柔的。我这草米看着眼大呀，来么走的米巴拉，去嘛那咱这里就大呀。
你放弄的单，像是呀的路，咱们的技能特别的哩。才不是，还不那个吗？那跳起啪的响声。泽像就是江泽民的泽。这个扎西后面是红星，在后面小朋友叫四郎，叫用四郎，基本全都是团队的。还有小罗在后面第一个，小罗，因为他不是，我以为他参加婚礼去了。团队里面唯一一个最专业的，学舞蹈的。许文有多少岁？可能比他们都大，20岁。
这调热起来了。都在叫，正在叫，他们那个在叫，听到没有？哎，这也挺好。这是这里一个。放大一点，再放大一点。没人谅解的没有20岁，大的是说许温柔20岁。刚他错20，差不多。上巴西18岁。那边是芒果，芒果他的业务就是阿坝、甘孜2个州，他随时可以去县城拍跳舞的，好多都是他们县城上啊，有些人他认识人比较多嘛，因为在成都大家都认识，那些地方都不认识。大家都是一样的，不是针对你一个人。
青稞酒，青稞酒。
山坡人们难得哟。
又穿上了。越跳越冷了，衣服都穿上了。把东西好不好？声音小了，我就往那边站，那边收音那边不怎么好。冬天来了，我就想录一下。你这么跑就不这样？我的扎西。我刚刚过完小巴西，你抢我一下我的狗。
首歌好久没跳了。这个应该是好久没跳了。幸福之歌。这一般的看前面是吧？
压嘛，往后头走，往后头压。要不来要不？往后头跳，往后头跳，往后头滑，差不多，我抢一下了。盛唐。笑一笑。我网络有点卡呀。
哇，他们胭脂啊！这后面烧的啥呀？烧的炉子。今天人有点少，这网络有点卡了，这咋回事？80岁，哎呀，我另外一个竖屏卡的不得了。超级卡。我懂，所以那种一个艺术中，然后说他。
谁们能用着说一时间，上着东西把到底说一时车，来了他们真真迷说大片子，说也去中国的奶奶说干为事，也去中国的奶奶说干为事，也去中国的奶奶说干为事。几点钟啊？几点钟啊？9点钟了，好快哦！9点整，现在跳了50多分钟，59分钟，跳了刚刚60分钟。哎，今天手机信号不好，有点卡，我觉得。